恭请前人慈悲，剪刀向前人抽，吞到抽。开门好。各位大德，请坐下。各位家法师，各位同修前人来顶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，先生好。气候发冷吼，大家爱穿较少咧吼。咱这个肉体来当人来修学道，所以吼，拄好遇到咱这个气候冷，搁咱拄好咧开这个新春元的班，希望讲大家会当来参与这个班会，也嘛会当真正大家好好珍惜咱现在这个肉体，因为咱有这个肉体，才会当来修烦恼。所以因此，咱过去前辈者拢常安尼讲，咱这个肉体还爱顾健康，安尼咱才会当在这个人生的过程，咱会当圆满咱的这个修烦恼、救人度人的这个大愿。所以护法伫遮，麻烦咱大家祝福，咱今日会当大家来过一班，这嘛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因缘。所以今仔日嘛，咱114年新春志向班，顾名思义，什么叫志向？咱过去，咱的老大人，咱的前辈拢爱甲咱讲，一日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所以伫这个新春的当中，咱爱有一个规划。咱因为今仔日大家各位拢是明阳的地主，咱老祖师的徒孙，师尊师父的地主，咱老老前人的护法，咱今日大家为着